唉。你话啥啊？强奸啊！笑死人！等你有闲有人会甲你强奸，你插阮查某囝，甲阮孙老出去，你嘛要甲我强奸？要甲我强奸啊！哎呦，拜托的，真正我这好心才去互雷针啦。迄是恁迄个乖查某孙啊，要去读书，伊超工去甲我交代。讲阮阿嬷有发烧，拍骹枪拍甲足厉害，伊足烦恼。你家己一个人住厝，毋知会安怎袂？你无看，锁匙是恁查某孙互我的啊，无要安怎入来？好心互雷针，有影实在。你讲有影？啊，无即个敢我阮兜的锁匙。哎呀，影！我迄当初才想讲甲你扶起来，啊你来倒来趴伫遐，我想讲啊，又要困啊，来要带困。要甲你扶起来以后坐，啊，才来叫医生，也是讲叫一台迄款的有无？迄救护车有无？迄款的无医无医无。呸！你什么拍这吹什么无医无医啊？你家己在咧无医的。无啦，真正吼，啊你人若毋好，人若发烧，无爱去互医生看嘛才对。毋免啦，我小等下来西药房哦，拆一个药仔食就好啊啦。所以你即款老昏颠就是安尼。但你是欠啥物？恁兜毋是无钱啊？过来啊，一片药食就好，迄片药食好，安尼医生管就免开啊！我甲你讲，你像你即款吼发烧甲安尼，爱去互医生甲你住一档啊！哎呀，你莫讲出声，你讲出声哦，我开车我袂错，我袂错。唱破人的嘴啊！啊，大母人大母种啊，咱就食到要好死啊！啊，搁你什么惊住啥？别错，惊来住啥？买了。你讲莫来打了。惊来住啥？我就惊住啥？我住啥袂使？惊啦！到底是我爱等偌久？小等下啦，助理医师，咱即摆长内无用，咱就有挂号啦。人咧艰苦啊，就一只一直等。人想讲要较早转来。好啦，小等下啦。我也知影吼，爸囝遮尔艰苦，我早知影我就莫说。甲恁爸甲恁母啊，敢若一直叫讲要抱孙啊，搁再讲，等你即摆囡仔若生了后，等咱厝有使用能力的啊，也免叫你烦恼着啊。阿婆，过几工我生日就到啊，阮爸爸讲要请人来厝诶跳舞啊、办舞会，你要请啥？这，你敢会要请恁姐来？等你敢毋知影啊？即摆若叫姐来，即咱爸带伫姐遐呢，万一姐来，爸搁地来，等你要安怎？哎，莫，哦，恁爸安装卡来一定穿插足爽诶，到时舞会中若知影恁爸爸，我一定足无面子诶，安尼买好啊。有丁小姐，医生要打你检查。着你啊，着你检查。我乖啦，行啦，行啦！哎呦，你真正是，哦，你真正有够哎呀，要落客人家，你爱到即马，你安尼袂见着。爸，你哪来病院？家宝，你哪来病院？无啦，我著带玉珍仔来病院呢。玉珍安怎上？无啦，玉珍仔有心啊啦，我带伊来病院检查啦。有心啊！巴肚内面有伊啦！哇，你啊听哇，你这要生囝，我这要做阿公啊啦！阮后生家宝啊啦！嘿嘿嘿，真好真。哦，伊来。啊，不爱了，不行，行啦！你讲，不能甲你扒落，行啦！行啦！爸，起来台北都无几个朋友呢，啊，这是啥物人？我哪毋捌看呀？输啦！爱输啦！哦，你也实在吼，我毋捌看你即款呀。迄大人大姐啊，食到还个几岁啊？啊，讲惊煮食，惊到安尼，敢若红婴仔咧啊！小爸，拄啊，迄个欧巴桑是？哦，你毋捌了？嘿，啊，迄个住伫恁姊的厝的对面啦。啊，是毋知影吼，伊感冒啊，去发烧啦。因兜拢无人，因孙仔吼要去上课之前，有寄锁匙哦，讲叫家己看因阿嬷看安怎？我一开门入去，讲昏伫咧涂骹，我嘛才赶紧甲送来遮注射。好，敢若囡仔咧哈。我遐实在吼，我毋捌看。阮无，无啦，毋是某啦，朋友啦。小姐，我要摕药啊，爱偌济？150。
爬先啊？无啦，我头拄有摕200块来，啊，就坐计程车去啊。安尼哦。嘿，啊，我来，我这2000先退啦。好，来，你走。啊，这药安怎食哈？好，照3顿食哦。好，那要困才食，好。哇，即摆真俗呢！啊，这有这个健保了，那敢若挂号费150块尔啦，我搁摕到1枚药啊！啊，食。哎呦，够痛啦！拢安尼甲你讲，我无爱注射，叫我来注射。我敢若真实的咧！哎呦，大人大种，你拜托，莫安尼惊注射，惊到你啊看，啊你安尼互医生甲你注一啖，你有感觉较爽快有无？哎，啊，搁你拍脚上。赶紧，都无咧先等个。无，转来吼，我甲你讲，这药啊吼，食吼，你安尼，迄个棉被啊，夹到，啊，全来困一下，上好互流汗，迄汗流的吼，感冒就好啊。我洗了房买就好，就叫我来住一趟。安尼，我先来走，我先上一顿，好，好，我先我先，卖个哎呀，行喂。你咧甲谁拍招呼啊？哦，拄啊迄爸啦。爸？嘿啊。啊边仔迄个查某会啥？啊爸就讲啥物住伫迄个姊啊因兜对面的啦，讲一个乌巴桑啦，阮人无爽快，带伊来互看啦。恁爸爸按真卡来，台北老朋友。哦，恁爸爸真厉害呢，佫会拍小姐。是讲迄即嘛奇怪咧，啊啥物吼？啊爸住伫姊啊遐，啊爸无所谓，什物出来我身躯砸者200块尔啦，啊拄啊含纳一个啥物，纳一个迄个挂号费都无够呢。啊这要安尼？啊这我回来问姊啊要哪会使？莫搁哀叫啦，哦，迄个注射这个有够痛啦！骗笑，毋这知安尼。样才要跳几工？再注一下声就安尼哀叫。好来，我来倒滚水，互你配合。啊，都搁食药，都搁注射。哦，搁咧抢啊啦！哦，抢，这恁家己厝啊，叫你抢，免抢啦，来。食药啊！嘿啦，这就照3顿食啦。哎呦喂啊！你这吼食一个吼，你就好啊。好啦。敢摆我甲你饲？免啦，我甲你食。阿妹啊，你转来。哎呦，是安怎啦？莫哭到安尼啦。啊，我就是下课转来啊。啊，20年啊，拢无人来开啊。啊，我去阿公恁家啊，啊，拢无人伫咧。我搁去公园哦，四界找，拢找无恁啊。你就甲我交代讲，恁阿嬷家己一个人伫厝诶，我一入来恁阿嬷瞓伫咧涂骹啊，我嘛才赶紧甲送去急诊安尼，啊去住一顿啦，有啦，有较好啊啦，哦。阿妈你有较好哦。哇，退休啊！嘿啦，啊药啊食就好啊啦吼。阿哥，多谢你哦，带阮阿嬷去互医生看。哎呦，阿孙诶，讲正经诶，迄是好刚才你甲我拜托诶啦。哎呀。安尼，巴肚安那怪怪的。啊，巴肚怪怪。啊，敢会头拄注射，啊你无食物件，搁续落搁食药啊？啊，敢会药物中毒？无啦，巴肚枵啦。你阿嬷阿嬷巴肚枵。嘿啦，你阿嬷这真正，迄有够老古锥啊！迄巴肚枵个咯，不讲巴肚枵，搁啥巴肚怪怪，我毋知叫要生囝咧。巴肚枵这好解决啦。我来照骹煮两下。你毋通看我这田庄床咧，若煮食我真正甲我咧田庄的时嘛是拢家己一个煮家己食。等我一下，我就随煮出来啊。你要煮我食？嘿啦。阿嬷，你看，人迄隔壁阿公啊，是不是对你足好诶？佮煮物件互你食呢？你佮嫌伊装卡怂。啦，啊嫌讲嫌，啊装骹怂当影装骹怂咧，啊想袂到个遮体贴无。嘿，大家，倒来。下班来啊？嘿啊，足忝咯。足忝嘞。嘿，这也无怪。安尼哦，较早毋捌出去咧上班，啊，即摆向出去上班吼，一定感觉较忝的。阿爸咧，你有看到爸无？啊，爸呀，我拄啊下班转来就无看人啊，可能出去行行的款。等下吼，食饭时间应该就转来。哦，安尼我赶紧来煮饭。不，互相吼，啊，你著今仔较忝，我著较早下班，暗顿我来煮就好啊。你等下休困啦，吼。今仔互你无用哦。可能爸转来看。
宝，家宝，姐啊，你实在足无意思的呢。啊，爸你是安怎照顾的啦？竟然爸出门吼，连一个锁匙都无扎啦。早起啊，我伫病院啊，带迄个玉婷啊吼去检查的时阵哦，爸竟然讲什物带隔壁一个乌巴桑吼去看病啦。啊，身躯讲扎一200块啦，含一个挂费都付袂出来啦。姐啊，你嘛拜托咧。家宝，你莫遐大声啊！这件代志可能是误会啦。阮哪会知影讲爸身躯无钱咧？请爸怎啊带伫恁遮？你有钱无钱你毋知影？你平常时啊无你嘛固定摕一下锁匙互伊，伊若要急用的时阵就有啊。爸你是安怎照顾的啦？家宝啊，但你即摆讲这什么话啦？你意思是讲爸住伫阮遮，阮拢无咧好好甲照顾的哦？家宝啊，我看吼，可能是恁阿姊吼甲姊夫啊，是挑剔要安尼做啦。恁人仔某莫愈讲愈毋是款哦，家宝啊，你家己摸良心想看嘛。当初是爸要带你你无爱，硬送来阮遮住，阮嘛是讲好啊，爸财产是拢分互恁的，恁这敢有分到15000阮敢有讲啥？今仔两个阿某无缘无故走来厝内大细声咧，嚷就嚷啥？嚷讲什物？阮无好好照顾爸爸，阮敢要款人晓？你是存心要来找麻烦家宝，歹势啦，这可能误会啦，以后我会较注意的啦。上好是较注意的啦，若无即马失踪老人吼是足济的啦，到时爸爸来真正失踪的时阵，毋知要倒找。恁莫愈讲愈毋是款啦！哎呀，耀宗，你遐大声要创啥啦？白白拢家己人，等下爸转来问清楚就好啊嘛。就是家己人，我毋知一直咧啉吗？爸，爸，我听你遐话咯，爸。我已经转来真久，摕喺门口徛足久啊。恁两个人拢在摕来摕去，好啦，厝后吼，家己的腹肚家己顾啦，我袂去甲恁摕到1500啦。嘿嘿，穿安尼就水啊啦，安尼就怕啦，安尼较整齐笔直，来樱桃咯，绝对引诱的，行。阿公，喂，今天好帅哦！帅哦好酷哎！酷哦！好，你囡仔人目睭较尖，搁一个老查某就看无啊。无你青衫，你毋捌看帅哥啊？有影啦，今仔穿安尼吼，啪哩啪哩啦。嘿，人咧讲吼，迄狗穿衫变人。对，我是。嘛讲话讲较好听诶。你嘛爱讲哦，这咧不爱金装，人爱衣装，安尼穿起来就啪哩啪哩啊，对吧？有影，今仔日安尼穿安尼有影，敢若老乌狗咧。哦，阿妈，你来干嘛阿公啊？哎呦，迄囡仔人毋捌啦，迄老乌狗是咧甲学了咧，啥物甲骂？你学了阿公哦？对，迄阿伟啊，迄恁阿嬷是学了阿公讲老乌狗是学，意思讲缘投啦。无像恁阿嬷安尼食老无认老，七老八老穿甲花里白鸟，即款的真正有咧老妖，老乌鸟。安尼嘛袂歹，安尼嘛是咧甲学了。是啦。嘿，对啊，今仔穿安尼啥？要去参加宴会哦？无啦，什么喜宴，咱拜托个。我为庄脚徛，咱也无熟识朋友，也无亲戚你要参加什么喜宴？你穿到安尼是要创啊？唉。刚才问你讲你穿西装穿甲遮水，啪哩啪哩要创啥？你咱咧土大开，安尼面油面干，安怎？你身世遮凄惨无？讲话嘛较好听的，什么新世时代，我孤单老人无依无靠。讲迄款的话，谁也毋知影讲吼是安尼啦。我穿遮歹，我就是要来引头路，要来食头路啦。你要引头路？哎呦，拜托，你几岁啊？你是要引什么头路？哎呦，谁毋知影讲迄若伫厝的你也知，太无义气的。透早阮两个少年的，阮囝婿甲阮查某囝就去上班啊。去上班放我一个老人啊，住厝的，毋知要创啥无义气啊。所以我就想讲引一个头路来做。莫假啊啦，我知啦，绝对是恁查某囝甲恁囝婿不孝你，所以你郁准要去找头路，对无？讲我黑白讲啊，若阮囝婿吼真正吼，甲我当做伊的老爸共款啦。若阮查某囝真诶友好甲安尼吼，强要甲我饲啦。真正阮的囝婿不管是嘛摕所有互我，黑白讲咧，两个拢足友好诶。阿公，原来你穿甲安尼要去应征哦？嘿，要去引头路啊。你看，安尼引会条。
我从来去吼，来做迄款的清洁工。因啥物清洁工啊？来清，人咧清洁大堆的清洁工啊，我来做啊，我。拜托的吼，你有看报纸无？即摆迄个清洁队的吼，拢爱大学生搁爱考，啊，着爱搁安尼吼，下体加赞的，啊，搁爱有日头的。那日头我是有啦，我大学生爱考，迄我着较无法度啦。无要紧啊，我准讲迄清洁工因无我来做哟。对，人迄有迄大楼啊，大楼你顾问迄收尾啊遐，我来印迄收尾较轻松。哎哟，迄收尾啊，即马嘛无共啊，人拢请迄个保全的，拢嘛爱安尼受过训练的。啊，你等，你这是免哪去印？台北头路遐歹做。嘿啊。啊，我想着，阿公，我有一项头路吼，我印互你做。